呢日大肚嘅，在拿撒勒有一個年輕嘅女子，名叫瑪利亞。一日，天使奉上帝差遣佢嚟到佢嘅面前。瑪利亞，不要害怕，你要懷孕生子，給他起名叫耶穌。我係主嘅使女。約瑟發現瑪利亞懷孕後，心中困惑。那夜天使在夢中對佢講：約瑟，不要怕娶瑪利亞為妻，佢所懷嘅係從聖靈來嘅。你要俾呢個細佬哥個名叫做耶穌，因佢要救佢嘅百姓脱離罪惡。我願意照住主嘅旨意行事。而家唔使，佢哋唔知我哋先學辦法。凱撒下令，天下人民要登記戶口。瑪利亞與約瑟長途跋涉來到伯利恆。